支持加煙草稅嘅港大醫學院同埋反對加稅嘅社民連同日舉辦遊行，表達訴求。郭之日報道。同一日同一段嘅遊行路線，都係為咗增加煙草稅而遊行，但就兩邊唔同嘅聲音。首先舉行嘅係由一批港大醫學院學生及關注團體發起。佢哋支持政府大幅增加煙草稅50%，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立法。佢哋指出，大幅增加煙草稅能夠有效減少吸煙人數，對低下層市民有利。如果佢係冇乜錢嘅話咧，佢戒咗煙嘅話咧，佢每年係慳翻咧14000幾蚊，佢當堂係富裕起嚟㗎。如果政府覺得呢樣嘢真係即係咁十惡不赦嘅，你將佢當為毒品咁看待，不如全面禁咗佢啦。社民連就發起反對加煙草稅遊行，參加嘅包括報販以及夜店工作者，有過千人參加。佢哋話預算案大幅增加煙草稅，但維持豁免紅酒稅屬於階級歧視。加煙稅之後，唔單止嚴重影響到商販嘅生意，更加係助長咗走私煙，影響治安。自2月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後，煙草稅即時增加50%。下個月立法會將會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表決，呢項稅收最終會否被取消，到時就會有結果。立半頻電視記者郭之日報道。幾百個市民遊行反對預算案大幅加煙草稅，認為對基層吸煙嘅人影響大。不過一批學仔亦都遊行表達相反意見。幾百名市民喺中環遊行去政府總部，反對政府大加煙草稅50%，加重基層煙民嘅負擔。發起遊行嘅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已經提交議案，要求撤銷加煙草稅。立法會喺4月1號會討論。佢話雖然得唔到泛民議員嘅支持，但係希望社會注意到加煙草稅對基層嘅影響。啲高官富豪中意飲紅酒，咁就免紅酒稅；啲平民百姓食貴煙就要捱貴煙稅。咁我哋認為呢個係個階級歧視啦。而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派代表遊行，要求議員支持加煙草稅。代表向立法會遞交請願信，再遊行去政府總部。佢哋認為加煙稅反而對基層有利。低下層嘅市民嚟講咧，佢哋因為死於吸煙嘅比率亦都特別高嘅。如果我哋真正關心佢哋嘅話咧，應該去幫助佢哋戒煙。如果佢係冇乜錢嘅話咧，佢戒咗煙嘅話咧，佢當堂係富裕起嚟㗎。佢話青少年同低下階層對價格特別敏感，加稅可以迫使佢哋戒煙。無線電視記者郭永嘉報導。每包煙嘅售價普遍加咗10蚊，令到部分吸煙嘅人表示要戒煙。醫管局嘅戒煙服務電話查詢增加3倍。咁你點樣表明你嘅心跡真係一啲都唔食啊？我而家俾包煙你。好啊好啊。劉先生食咗煙10幾年，最近身體差咗，煙草稅有加，決心戒煙。成39蚊包，好貴啊！做1個鐘頭都食唔到包煙，靠自己都唔係好得啊！我嚟睇醫生，睇下佢有咩意見俾我。佢最終叫我食香口膠。煙草稅增加之後，單3月第一個禮拜，醫管局戒煙中心收到超過400個電話查詢，較以往升3倍。中心會安排首次求診人士1-2個禮拜之內會面。成功戒煙嘅，連續5年要每年約見1次。姑娘話你有煙味㗎咁樣啊，咁樣點得先得啊？唔得啦，人哋俾就唔敢食啦。負責嘅護士話會為戒煙人士制定計劃，如果自行買戒煙糖、戒煙貼，使用不得其法，會有反效果。咁有啲人咧照啦，咁照完咗之後，其實咧佢咧就係咧你咬完咗，等佢咧釋放一啲尼古丁，然後咧就等佢慢慢喺個口腔度吸收嘅。咁同埋咧唔係咧照完冇味咧就即刻掠咗去嘅。用戒煙貼咧就唔可以再食煙㗎啦。一邊用戒煙貼又一邊食翻煙咧，其實個尼古丁嗰個劑量係多過去即係之前食煙㗎。
咁除咗戒煙糖、戒煙貼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減低煙癮非尼古丁補充劑嘅藥物，但係咧必須經醫生處方，因應每個人嘅情況啦，先至會開俾戒煙人士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。